好啦，呢度先做咗少少啦。嗰一點咧，發覺塞翻入去唔對路啊！佢唔係嗰個嗰幅圖嘅 tangent 嚟嘅，咁所以咧呢款咧就係最麻煩嗰款咯。咁第一部分冇特別嘅，咁啊照 D 啦。依次 keep 下 D 上，再減翻 keep 上 D 下。咁呢個一定要減快，如果唔減快咧，做起上嚟比較麻煩啲嘅。上邊 2x 二次加 2x 減 x 二次加5，咁所以咧呢個2x 錯咗2x 試下 x 二次加 2x 減5，x 加1咁二次，咁呢條就做完㗎啦。A part，咁 B part 就係最煩嗰隻嚟嘅。B part 其實就係因為唔喺個點度啦，所以我哋要 let P A B be a point of be a point sorry 冇用 of 啊 point lie on C and pass through the equation of tangent。嗱，咁我哋呢度要 set 兩條式啦，咁第一條式就顯而易見就塞入去嗰條啦，即係塞入去原本條式嗰度，咁即係 B 等於 A 二次加5 A 加1式。咁第二條式咧就係利用 slope 啦，咁佢個 slope 咧就係 dy dx x 等於 A 就會等於翻嗰個 two point form 啦 ，B 減2 A 加1。咁塞翻入去條式度咧，就係 A 加1嘅二次方。呢邊咧就係 A 二次加2 A 減5。咁啊可以約一約嘅，咁啊調一調靚少少位置啦。不過唔調都得嘅，第二條式啦。跟住 put 1 into 2擺翻入去 A 二次加2 A 減5 A 加1，隔離咧係 B 減2，咁 B 減2即係 A 二次加5 A 加1減2，咁全式倍大 A 加1。咁咧，你就可以約走咗啲嘢啦。咁呢邊 A 二次加2 A 減5，呢邊 A 二次加5減2 A 減2，咁約得係約啦，咁即係變咗4A，將個5調過嚟變10，即係8，A 就係2啊。好啦，最尾計埋個 B 坐標 ，put A 等於2 into 1，B 等於 A 二次，睇翻條式先，繼續做 A 二次加5，呢個 A 加1，咁即係4加5加1，即係9，即係3啦。所以佢係坐標，最尾就用埋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計，即係 two point form。two point form 咁啊 y 減2 x 加1，咁呢邊咧就係3減2加1，好啊，跟住就交叉相乘啦 ，x 加1 3y 減6調埋過嚟。